哦，啊，哎呦，请上帝老神做主啊！邱家将一向是真讲理，你经过天保府门前，保罗桥，也等于是对太祖高皇帝不敬。因只会上殿参战，也不至会将你拍伤。一定是你有讲什么歹听的话，所以才会让因生气。无啊无啊，老神哪敢讲歹听的话啊？是杨九妹后追到家来，哦，老神才想起讲，经过因的大门口无落桥，也毋过老神又去经到会不时啊，佮甲拍到安尼，哎呦，哦。既然到会不时，还阁将你拍到安尼。是啊。杨九妹也实在太刁蛮了。请皇上做主啊！啊，皇上，伦理天保府早就应该拆除。什么？天保府建筑于东西两家最热闹之处，每逢一年三节祭典之时，总有不便啊。而且汴京城乃是我国的国都，千万唔通强容杨家将如此光芒。这可是太祖高皇帝意思。皇上，天保府的建筑悬超过金殿3寸，这个代志文武大臣常常纷纷议论。而且外国的使臣来五条雕讲，常常将这个代志当作笑话伫咧谈论，到处宣扬啊！皇上，如此一来，有辱我国的尊严，请圣上不可多虑，立刻下旨拆天保府。圣上。杨家人乱打朝廷大臣，分明是目无王法、大胆妄为，皇上应该给伊一个教训。好，谢卿，现在定明你4个月内，将天保府拆下3尺，并请下太祖高皇帝圣旨办。遵旨。启奏皇上，天保府谢太君有急事觐见。皇上，谢太君这个时阵来求见，必定是为着杨九妹拍伤谢金娥的代志。恐惊皇上责怪，公私夺理要来卡辩，皇上不如不见为妙啊！就说定往上林苑，有事明日再战。遵旨。伯伯，无皇上有意，唔肯见你。看来皇上，伊一定听信谢金娥片面之言，认为咱杨家目无君王，先祖打掉心，有淡薄怪罪之意。哼，看，我拍伤谢金娥，并不是因为伊无落桥，因为伊造谣，毁害咱杨家的名誉。好，我要来去干部罪，来去甲皇上理论。等下，跪了。
敢讲你爱好，犹阁无甘心。伯伯，求妹爷安尼做，嘛是为着顾全咱杨家的体面，求伯伯你着了解伊。对今仔日天，唔准你甲我出大门一步，爬起来！是。阿娘，咱会用请茶王爷甲八切水去见皇上，替咱杨家讨一个仔人情啊！实在足无拄好的。阮大哥甲8000岁，伊奉旨去查看汉玉的财政，都爱15天才会倒转来。咱用迄个3管税6个倒转来求情啊！袂用的，无皇上的旨意，伊哪会用个先礼之手？阿娘，敢讲咱着安尼目睭金金，看天伯母被拆掉心？只有听天由。当初，咱杨家将身经百战，流血流汗，建下无数的大功。太祖高皇帝才下旨建造天宝府，赐咱杨家。到如今，竟然要将天宝府拆掉，叫我若对得起心中女婿老人公。伯伯呀，伯伯，伯伯。莫非你就是查郡主？你是甚物人？也敢走入来天宝府，搁入来我的房间，你赶紧出去！郡主啊，你哪咧赶人客咧？在下魏芳，咱是因舅妈的朋友，特地对3馆赶来啊。既然是舅妈的朋友，请你去静听者，我通来去禀报我的伯伯。郡主啊，这件代志千万袂互别人知影，而且我要讲的话嘛不便伫静听讲啊。伯伯是六路，交代你有代志来甲我讲。无毋对，正是如此。君马是地貌东东，了如为亲有功，无奈只好配乱红。将你传了我为风，我为风。恶言乱语，君子过来公道太轻浮，处处乃是天婆妇，去领用你蒙夫也已蒙夫。大姨啊，有姨啊，叫妹，叫妹，你进来啦！姐姐，叫妹，你进来啦！叫妹。我叫妹伫遮啦。六嫂，叫妹就是魏芳。六嫂，你看我是毋是有够威风呢？你哦，实在足足个，差一点仔就互你惊死。六嫂啊，你莫怪我啦，
一来安尼暗准我出门，二来我一个查某囡仔若要去海远的路，嘛是无方便，所以我只好改扮男装。既然联络所你都袂认得我，那安尼别人更加袂认出破绽。舅妹过时咯。小等下，舅妹，你即马要去倒位？来去参观，找人各想办法啦。兵元帅，阮掠着一名奸细，干涉，相当野性。回兵元帅，迄个奸细讲伊有要紧的代志要禀报，最好踮咧书房甲元帅见面。哦，命你传令下去，将伊带去。是。元帅有令，将奸细掠入来。奸细想要走，姐，从你的目睭背后金，你看我详细，我是奸细心。原来是九妹，大哥啊，九妹，大哥，你哪来遮呢？大哥啊，恁这三位吼，乌咧红咧白，实在有够无意思。记到面无问清楚，就将人当作是奸细。九姑娘，乌营之中，阮兄弟确实是认袂出，请九姑娘你多多原谅。九姑娘，失礼啦，失礼啦！对啦，九姑娘啊，遐你扮做查甫的，乌乌暗暗，啊你搁闪闪啊，看起来甲遐阮啊我共款呢。九妹，这三观重地啊，因不得无小心的。三位贤弟，无恁的代志，个人回转工位守职。是。大哥啊，厝内发生代志安尼，是什么代志？公婆相思啊，写金啊，叫幸福前的艺术。伊毋落叫，无要紧，做要量啊，咱杨家人。伊讲什么？伊重视起人，杨家将处处扎在好的名将。苦海无果啊，伴国中，为通改前，开的小将。言照文言，误会将我欺人太甚，难宽容啊！九妹对到迄个义家上，教训伊冤啊，了无用。楚人智慧。六哥啊，性命听人，三笑界，小花艺术相击败。不尽旧情，困不见，便倒在床。我杨元昭为朝廷抛高历史，镇守三关，奉上敬令，听信谢金吾谗言，将咱杨家大功一笔勾销。
我立局回京见君，以监察辩论。是九妹转来啊！安尼啊，舅妹啊，你为什么会打扮安尼生呢？安尼啊，你先莫骂我啦，你看什么人转来？我说，是巧丽，母亲，巧丽啊，巧丽，母亲，已经5年无看到你啊。唔知嫁偌散嘞，玉霜啊，这代甲我压过来。是，母亲。谢玉霜，大郎，这是为妻婚礼之事，你唔免甲我说多谢。娇丽啊，你家己一个花囝，遐三观是什么人来代替你镇守的？三观是异地角色。舅妹实在无应该去找你，你无奉圣旨嘛，无应该转来。母亲，害你这次倒转来。一来是探望母亲你的病，二来是要向上奉上求情。若是会当答应莫跳天宝舞咧，害你立刻就回转三观。庄宝啊，你莫困啦！庄宝啊，起来！我不会啦，哥哥啊，我最困了，你莫甲我吵啦。庄宝啊，甲你讲，叫你精神，你哪呢？庄宝，安尼啊，甲你讲。你毋是逐工拢甲我问讲阿爹伫咧倒位？紧嘞，阿爹转来啊，去拜见阿爹。是庄宝，大郎，自庄宝出事，你还阁毋捌看过。今仔日是恁爸仔囝头一摆见面，紧去叫阿爹。阿爹，庄宝来，是庄宝。我真正是阮阿爹啊。我毋是恁阿爹，无是什么人呢？有言要看。皇上降旨，速纳杨延昭。皇上为什么降旨要了我呢？因为你犯了2件滔天大罪。王大人啊，我的囝是犯着什么罪呢？第一，私利之手，私自会惊；第二，奉上剥削，杀死朝廷大臣谢金吾，
我奉上倒一个部署咧？交战，哼，更加无可能，交战电手三关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想袂到我来惊啥吼？交战，谁人叫倒来咧？大哥，你先莫生气啦。高姑娘伫咧甲你讲的话，去互我偷听着。我安尼为着要替杨家出一口气，大胜你一步赶转来汴京，是为着要送迄个谢金娥去见见娥王咧。你真是太死谢金娥！你迄个我伫咧分家规个啊！我不但甲伊杀死呢，我真算甲伊留一手尸。你若毋相信，我念互你听。天上有6顶6角。